岛上高翕相的超速翕相机，就伫仁爱乡清境第14架线，因为路安尼弯来弯去，路过真矮，不闪时发生事故。交通队定限速30km，警察统计讲108年开超过1万张的罚单，嘛替咱的国库入少1200多万，会当讲是规个县翕上介侪钱的翕相机，比过去几落档的冠军，也就是第14线富光国小头前这台超速翕相机搁较高级。警察强调讲，唔是贪财，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注重安全问题。去清境的路的车一台刷一台，出门佚佗实在真欢喜。不过，若是一个无细腻、无注意到速度，互测速的相机翕到红单，就会夹去恁兜。这台测速的相机就伫南投县清境农场第14架的路的海拔有1750公尺，是全台湾上悬的。因为山路弯来弯去，路搁细条，定定发生车祸，所以交通队就规定，才敢若会当驶30公里。根据南投警方108年的统计，违规超速的案件上侪，就伫仁爱乡第14架线7.95公里的所在，海拔有1750公尺，是全台湾上悬的。一年的时间，违规的案件有1万多件，为国库赚超过1200多万。啊，第二个是埔里镇第21线49.9公里的所在，拢总有7891张罚单。啊，县内过去罚单上侪，草屯第14线富光国校头前，去年嘛有7090张罚单排第3。开这样不行啦，太慢了啊！那个国道下来根本来不及刹车吧。大条，所以车速大家都还蛮快的啊，我是觉得蛮危险的啦。对啊，所以那一支的话，就是大家降速的话也比较安全。服务我们的用路人的话，最主要的话就是在防治交通事故，在做适度管理，所以大家行车要慢一点，来维护你的安全。警方讲，说测速的相机，唔是想要抢钱，是想要保护驾驶的安全，希望驾驶拢会当遵守交通规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